全網都話年輕人消費降級，另一邊旅遊平台訂單火爆，未到過年，酒店加價2-3倍依然爆滿，海南機票訂單暴增，廣西成為旅遊熱門目的地，香港、澳門酒店預訂量激增，有網友形容以為大家都好窮，但係間酒店都訂滿，甚至間民宿都加價，原來窮嘅只有自己，到底發生咗咩事呢？點解大家都講消費降級，旅遊業卻提前爆單？呢個反差正正就係2026年春節嘅魔幻一幕。熱門區域酒店價格上漲2到8倍，跨省跨城連住訂單同比上漲45%，平均每一位遊客出行總花費接近3000，18至35歲用戶佔比高達68%以上。當中大學生提前搶跑寒假，年輕上班族請3休9錯峰出遊。問下你自己，呢2-3年你最捨得支出嘅係乜嘢呢？可能唔係衫，唔係數碼產品，唔係外賣，而係旅遊。一個普通90後阿強講得好貼地㗎。我平時連咖啡都要拼單，但過年前後我照樣訂機票去海南島，唔係我衝動，而係一年一致，點都要出去行下。點解？就係因為春節係年輕人唯一可以合理放肆、唔使解釋嘅機會。平時想買嘅嘢加晒入購物車，最後都係清空。但過年嘅時候，民宿貴3倍都照樣訂，景點門飛300都照買。呢一種經歷，你同我都經歷過，但唔矛盾，反而說明咗一件事：年輕人越嚟越識得分配情緒資源。可以對生活刻薄，但唔可以對情緒咁刻薄。所謂消費降級，唔代表唔消費，而係換咗玩法。以前為面子、為比較、為炫耀而埋單，依家為自己、為體驗、為快樂而埋單。旅遊就係最好嘅例子。你未必買得起 LV、Gucci， 但係你捨得去一場自娛之旅。你可能削減社交聚餐，但你願意俾自己斷電幾日。對唔少後生仔嚟講，旅遊唔係放假享樂，而係情緒逃生出口。工作壓抑、社交負擔、家庭矛盾、孤獨疲憊，對未來既迷惘又疲累。而錯峰出遊係最聰明嘅選擇。2026年春節係有史以嚟最長9日假期，再加上請3休9、請5休15嘅拼假攻略，你會發現今年唔少年輕人出遊時間同節奏都完全分散咗。有人提前2個星期出發，有人選擇年初3到年初6避開人潮，有人乾脆反向過年，長輩過嚟城市，自己去旅遊。呢一種錯峰潮背後，說明年輕人冇咁衝動，反而更精算、更自律、更多選項。你知唔知點解春節旅遊會爆單？因為朋友圈炫富已經過氣。今時今日，朋友圈療癒當道，以前晒手袋、晒豪車、晒名錶，新時代晒山、晒海、晒鬆弛感。年輕人真正想晒嘅唔係物質，係我終於可以放低壓力，揾返自己。我哋再深睇一層，你會發現年輕人學識管理自己嘅情緒。旅遊行業喺經濟恢復中率先活躍，消費降級唔代表悲觀，而係更理性、更長遠。當一個社會仍然有咁多年輕人願意計劃一場遠行，願意為情緒埋單，為快樂投資，說明呢一代人未放棄未來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